不是的，小姐她病了。是不是太白了一点啊？别闹，这个叫西施妆，病态当中啊透着妩媚。哎，一会儿啊，可是考验你演技的时候，你可别给我掉链子啊！放心吧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！再说了，跟孔双双那么多年的剧组是白混的呀。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王爷，进来。参见我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喜儿，你先下去，我与王爷有话要讲。是。王爷，请用茶。加油！王爷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一个大活人在你怀里，你说推倒就推倒了，你还懂不懂得怜香惜玉？怜香惜玉，本王是不懂，不过欺瞒本王的人，倒是没有一个好下场。啊，王爷，也不知道为何，这会儿我胸口疼得厉害。你的病，依本王看来，一般的大夫是医不好的，不如让独孤带你出去，寻一个更好一些的大夫，如何？也好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王爷，其实小女子这也是老毛病了。我这儿有一张药方，只要找到上面的药引，小女子就感激不尽了。启禀王爷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母后，可知她为何而来？皇后娘娘有旨，宣尹姑娘见驾。我？儿臣参见母后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，祝皇后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难怪我们家老三要把你藏起来呢，果真有趣啊！你说你叫尹晴柔是吧？起来说话吧。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我还真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老三呐，儿臣在。我听说你府里藏了个美人儿，我还不信。今日一见，果真大开眼界。唉，也罢，你要是喜欢，就把她留下来吧。以后封个才人什么的，母后也不反对。我们家老三长大了，知道找女人了，不如，母后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行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姑姑。老三呐，
你终于要选妃了，母后有多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没说要选妃啊。那不行，我已经答应嫣然了。你要是想把那个尹晴柔留在府上，你就必须选嫣然为妃。母后，我留谁在府上，还需要通过嫣然的同意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坚决不选妃。您是否先操心一下二哥的婚事？你以为我没想啊？你大哥突然战死，连个王妃都没选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所以你们几个的婚事必须我亲自操办，谁也不许给我找任何理由说不要，必须给我立刻娶妻生子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也是你们的责任呐。母后，这长幼有序，二哥既没有成婚，您自当先去找他。你以为我没去吗？你二哥为了拒绝我，差点出家当和尚呢。我警告你谢延琪，你们两个谁也不许找任何理由来对付我。我今天来了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还不走了呢。千万别啊，母后，这您要是不走，父皇怪罪下来，儿臣可担当不起啊。那你就答应我娶嫣然为妃。这绝对不可能。来人呐，在。回宫把我的枕头拿来。是。以后本宫就在三王府就寝了。慢着。行，儿臣选就是了。但儿臣要娶的王妃，不是杜嫣然。那是谁？尹晴柔。哎，李长啊，你说他们都进去那么久了，又没有我们什么事儿，要不我先走吧？哎，姑娘还是再等等吧。1、2、3，别晃来晃去的，没规没矩。嘘，李长，你站那不累吗？要不要陪我一起做运动？不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Hello。花园见。杜哥，哎呀，总算溜出来了，刚才可把我累死了。我得到消息，看你一直没有出来，我就猜到一定是王爷和皇后聊天，把你给忘了。于是我就让天龙把你叫出来透透气。对啊，你说他们两个愿意聊天就私聊去呗，干嘛让我站在聊天室外面？哎呀，真是无聊死了。我刚才太紧张，忘记自己没有吃饭了。这是我从永安楼特意带来的，就知道你被王爷关着，肯定吃不好东西。看来现在带来正合适。杜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的事儿，谢延琪有没有罚你啊？哎，我看他那天气势汹汹的，我还担心你来着。谁知道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早知道我就不跑回来了。你是为我特意回来的吗？对啊，我知道你是好心帮我溜出去，可是我不能连累你啊，所以我跑了一半我就回来了。现在想想可真吃亏。放心，你不会吃亏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独孤园有债必还。停！我可不想再让你欠我什么，而且我们是朋友，而且是那种可以借银两的朋友。那在下真是三生有幸，能够交到你这位朋友。
彼此彼此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我吃的很难看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特别。真的没商量吗？除非你不想抱皇孙。你那丫头来历不明，可儿臣喜欢，她又不漂亮。可儿臣喜欢。你看她干瘪的样子，万一以后生不出来怎么办？可儿臣喜欢呀。你，好吧，好吧，让我想想。摆驾回宫。母后当心。姑姑，尹清柔呢？啊，回皇后娘娘。尹姑娘，她刚刚已经走了。没规没矩的。儿臣恭送母后。礼让。王爷，他人呢？好像去花园了。没规没矩。尹清柔，怎么是你？是谁让你离开大殿的？反正又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谁说没有你的事了？尹清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母后这次过来就是给我选妃的。我告诉她，我已有了王妃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动！王爷，独孤，听闻王爷要迎娶王妃，在下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提前送2瓶好酒，预祝王爷百年好合。独孤，